係小藍啊，我哋又出去玩啦。近日天氣漸轉回暖，有時凍有時熱咁，都唔想喺深圳地鐵嗰度不停咁轉線。今次約咗朋友沿住1號地鐵線悠閒咁過咗一日。早上第一站就係去羅湖城4樓名典酒家嗰度飲早茶，呢一度人流唔算擠擁㗎，空氣仲好流通添，而且又唔嘈雜喎。叫咗白醬蒸鳳爪啦、脆皮鮮蝦子米腸、鮮蝦韭菜餅同埋脆皮叉燒包，兩位都係143蚊咋，味道都仲唔錯啊！第一次見到呢一隻顏色嘅腸粉都幾得意㗎，同埋非常可口嘅韭菜餅，真係一試難忘啊！飲完茶就上咗呢度5樓嘅一間鋪頭嗰度度身訂做西裝。今次係第一次唔喺香港嗰度做西裝，因為呢聽聞上深圳做西裝呢個性價比唔錯，所以都想嚟試下。今次就嚟咗呢一間上海新時代，用咗唔使1400蚊就可以做到一套西裝啦，包括咗西褲啦，同埋一件上身嘅恤衫，仲有領呔添。職員好耐心咁幫我度身訂做，啲恤衫都仲有好多款式同埋顏色選擇添啊，我真係好滿意啊！下一站就係去橋城東站嘅園博園欣賞春天嘅花卉。今次睇嘅係叫做三角梅，佢嘅花形姿態呢係從屋梁上面懸垂落嚟，所以呢就被稱為瀑布樹。原來佢仲有其他名㗎，例如係葉子花啦、卡竹刺同埋辣杜鵑。從地鐵站一直行去園內嘅東區呢，終於都揾到瀑布樹嘅位置啦。現場真係人山人海啊！雖然呢三角梅好靚，但係佢嘅花嘅面積範圍都好局限於喺一個細小嘅園庭裏面，仲要喺屋梁上邊啊，所以要影靚相其實都有啲難度啊。睇完花之後攰攰地就嚟咗呢度食咗個港式下午茶。近來去過唔少深圳打住香港懷舊風嘅餐飲食肆，呢一間皇朝茶餐廳呢就有唔少嘅港風茶點啦。室內亦都用咗一啲港台明星嘅海報啦，同埋黑膠唱片去做佈置。我哋就叫咗皇朝老闆炒飯啦，熊仔檸檬茶、熊仔奶茶同埋迷你雙式漢堡都係93蚊人民幣，就係咁過咗2個鐘頭 chill time 啦。食飽咗之後就繼續下午嘅行程啦。嚟到一個好似工業園嘅地方呢，叫做梧桐島。呢度嘅前身係一片空地嚟㗎，經過改造之後就變成今日極具創意嘅原生態辦公區啦。見到都有唔少嘅年青人喺呢度搞藝術喎，仲有一啲工作坊添。呢度唔單止有寫意嘅湖景啦、綠油油嘅樹木，同埋木橋棧道，仲有咖啡茶座添啊！仲可以近距離親近小動物啊！仲有一啲好高姿態嘅貓貓添喎。行到攰晒，不如揾間足浴店浸下腳先。根據網上面嘅介紹，喺老街站附近呢，就揾到一間樓上按摩店，叫做緣分 SPA。喺美團買咗優惠94蚊，就有60分鐘嘅足浴。呢一間店鋪個面積都唔細㗎，佢由香港人經營，喺香港同埋深圳呢都有幾間分店㗎。按摩師嘅手勢都唔錯。由於今日係平日嘅關係啦，所以環境都幾清靜㗎。按摩開始嘅時候呢，佢仲用咗計時器添。都幾公道㗎。浸完足浴之後，喺返香港之前就同咗一班朋友食咗個晚飯。今次揀咗聞名已久嘅桂滿龍，位於國貿站金光華廣場3樓嘅分店，叫咗香菜捽打鮮牛肉，呢個非常之辣啊！仲有招牌鮮蝦脆薄餅同埋東坡草紮肉，呢個真係好肥。仲有話梅花雕醉熟蝦。呢個就好鮮甜啦，同埋招牌絕子蟹煲啦，同埋河三鮮、桂花龍井茶，仲有黑胡椒烤杭州叫化雞。你睇下佢個器皿好得意㗎，係一隻雞腳嚟㗎，仲有叫咗檸檬汁添。5個人食咗513蚊人民幣，真係飽到差啲走唔喐啊！影片中嘅景點資料呢，大家可以去下面嘅資訊欄嗰度揾到㗎。
請大家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咯。我哋下次會去另一個景點度度假㗎，下次見啦！